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这个南北整合判决了后，郭文摕家己在压了，讲有人开价美金2亿，要买伊做副手。尾也阁传出讲，迄个人是一个姓余的生理人。啊，讲这位大头家，就是华人界真出名的金主，嘛是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余金宝，甚至伫个微博的网站，会当发现余金宝当年以来往来两番。更加有人讲，伊是国民党的财库。不过国民党来否认，讲无听过这个人，嘛无收过伊的捐款。啊，瓜问题是讲，这件代志都好过去，莫阁讲啊。我们一起用掌声来邀请到我们的郑荣哲秘书长，掌声欢迎。先前就台办发聘书，天瓜做一个大奖，选择自由会的秘书长戴英成。随着瓜文铁家己讲，有人开价1-2亿美金，希望伊做副手。即摆风声讲，戴英成就是负责对接甲团委的主要接头人。骗子啊，掮客了哈，什么中间人一大堆。我想是讲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那个。就把那页翻过去，如果有人去告发，就去告发去处理了。打电话给戴英成，无得到回应。2亿美金的解散，红铺继续摊销。郭文泰想要转煞，也不过伊家己讲过的这个姓为生理人。外界在理讲，可能是资本业119台港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余金宝，要提700亿出来投资绿电，人民甲金流拢真丰富。那你既然讲出来了，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追这个人，那到底是不是？我倒觉得这样的哦，那个细节应该去问那些幕僚，这个也不需要我在这里讲，而且越扯越多。加讲见唔到，都惊重点去互走去。也唔过对网站一旦发现余金宝往回两花几年，更加有人叫伊是国民党的财库，是讲伊敢若是真少出面。就我们大陆师傅来讲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啊，名字都第一次听。也不知道这个人，然后应该也没有接触过他的任何的赞助捐款都没有。当中央背会无听过，更加是无接受过余金宝的赞助，未清界线。民众党自己做的事情，我真的不了解不清楚，所以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解决吧。若要合破局收场，严格合作，敢会当转为和平，恐惊就要先下过2亿的经济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